冇諗到學識諸葛亮嘅中心就可以喺 DSE 拎5星星。Hello， 我係 Miss King Kong， 一個中文 DSE 奪星導師。我會用7年經驗帶你先坐3再望5星星，喺度教你最實用嘅溫書同考試技巧。今集5分鐘講出師表，帶你睇諸葛亮嘅中心點攞分，即刻開始。出師表係諸葛亮寫俾後主劉禪嘅奏章，除咗講北伐同治國建議，佢嘅忠心同感情係考試常考嘅重點，尤其喺第6段嘅自白最明顯。佢回憶先帝劉備嘅知遇之恩，話臣本布衣，躬耕於南陽，苟存性命於亂世，不求聞達於諸侯。先帝不以臣卑鄙，委自枉屈，三顧臣於草廬之中。知臣以當世之事，由是感激，遂許先帝以驅馳。呢段講述佢本來只係南陽一個普通農夫，無意出仕，但劉備唔嫌棄佢出身低微，3次親訪草廬，請教天下大事，令佢深受感動。忠心唔止於回憶，諸葛亮仲表明咗報恩嘅決心。佢話南方已定，兵甲已足，當獎率三軍，北定中原，樹竭勞頓，養除奸兇，輕復漢室，還於舊都。此臣所以報先帝，而忠陛下之職分也。呢句係佢對先帝同後主嘅承諾，意思係用盡自己嘅能力北伐曹魏，復興漢室。佢又提到受命以嚟，夙夜憂嘆，恐託付不效，以傷先帝之名。自從劉備臨終託孤，佢日夜憂心，怕辜負先帝期望。諸葛亮對劉備感恩戴德，連佢個仔劉禪都一齊照顧，呢種忠誠好有感染力。DSE 感情題短答先有高分。以2018年 Q7 為例，題目係出師表一文帶有明顯嘅個人感情，諸葛亮點解咁寫？試舉一例說明。我教你用3步答題法。第一步，點明觀點。諸葛亮用感情打動後主劉禪，因為後主昏庸軟弱，只用臣子語未必夠。第二步，舉例說明。佢提到自己本不求聞達，出仕只為報答先帝知遇之恩，例如先帝3顧草廬嘅誠意感動咗佢。第三步，分析原因，北伐在即，諸葛亮用呢份真情說服後主，釋除疑慮，支持北伐，又表明興復漢室係先帝遺詔，無私心。所以答案可以係諸葛亮知後主多疑，用感情表達對先帝嘅感恩，例如3顧草廬嘅恩情令後主感動而支持北伐。呢個結構有觀點、例子同埋分析，唔使背原文都攞到4分。出師表嘅忠心同感情，你感受到未呢？呢啲係攞5星星嘅關鍵。我而家同我團隊準備緊一個 AI 備試系統，教你考試技巧，幫你分析考點，提升答題效率。如果想試用嘅話呢，就要密切留意啦。如果仲想學多啲技巧，歡迎加入我嘅 Patreon， 一齊解鎖更加多高分嘅秘訣。下次見。